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獲邀請參加那宴會。酒不夠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婦人啊，這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候還沒到呢。他母親對僕役說：無論他對你說什麼，都要照辦。那裏擺着6口石缸，是給猶太人行淨禮用的，每口石缸可盛2-3桶水。耶穌對僕役說：把水缸澆滿水。他們就把水缸澆滿了，直到缸口。耶穌又對他們說：現在吐出來，送到筵席的人，他們就送去了。那個管筵席的人嘗了那水變成的酒，並不知道這酒是從哪裏來的，只有吐水的僕役知道。等客人喝醉了，把上次等地好留到現在。這是耶穌頭一個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顯明了自己的榮耀，他的門徒就信了他。請坐，讀經完畢，願神祝福嘅話語，將時間交俾陳傳道。弟兄姊妹平安啊！主耶穌咧喺呢個迦拿婚宴將水變酒呢個神蹟咧，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啦。試諗下，其實咧人生係咪都好似一場筵席咁樣？響當中咧，我哋會遇到好多嘅人，亦都有好多歡樂嘅時候。但係咧，亦都會好似呢一個筵席一樣，喺當中咧，我哋又會出現一啲嘅阻滯。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知道耶穌喺我哋當中。只要耶穌喺我哋當中，就算出現阻滯咧，都可以係變成為祝福嘅。經文咧結尾嗰度話，呢個係耶穌所行嘅頭一件神蹟。神蹟呢一個字咧，其實個意思係講緊一個標記，係一種顯示神嘅權柄同埋能力嘅一啲非凡嘅事件。係嚟自上帝嘅標記，所有嘅標記背後咧都係帶有信息嘅。而約翰福音呢度咧就刻意想話俾我哋聽，耶穌喺佢道成肉身嘅生命當中，佢選擇咗要留下嘅第一個最大最重要嘅標記咧，就係呢一個水變酒嘅神蹟。亦都因為呢一件事咧實在太出名啦。咁好多弟兄姊妹咧都會提出一啲嘅疑問，例如就係耶穌喺呢一度對佢母親所講嘅説話係唔係不敬呢？嗱，新漢語譯本呢一個嘅翻譯咧，相信可以令大家係釋懷多一啲嘅，因為咧耶穌佢喺度就並唔係對佢嘅母親講話我與你何干，而係他們沒有酒了呢一件事與你我何干呢？嗱，我哋睇下瑪利亞佢自己本身嘅反應就知道㗎啦。佢咧並冇憤怒啦，並冇憂憂愁愁咁樣走咗去啦，反而係叫啲僕役嚟，就話無論耶穌對你哋講啲乜嘢，你哋都要照辦啊嘛。即係按瑪利亞佢嘅理解，耶穌佢唔單止係冇對佢不敬，而且仲係對佢所關心嘅呢件事將會有所行動添，所以先至知道耶穌跟住落嚟呢係會叫人做啲嘢啊嘛。經文呢響第3至4節嗰度話，酒不夠了，耶穌嘅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婦人啊，這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候還沒到呢。
耶穌嘅母親喺呢一度呢，唔係叫耶穌你即時去解決佢哋當下嘅嗰個困難喎，佢只係表達佢對別人需要嘅嗰份關心。佢哋冇晒酒啦。耶穌嘅回答稱呼自己嘅母親做婦人，而且同佢講話嗰個婚宴冇酒呢一件事，同你我都冇咩關係㗎，因為我哋只係獲邀參加呢場婚宴嘅賓客嚟㗎咋。要解決呢個問題，應該係管筵席嘅人揾啲僕役去解決㗎咯。再加上我嘅時候都仲未到。我哋知道呢，耶穌行事嘅時間表一直都係交咗向天父嘅手中嘅，所以即使係佢響地上嘅母親，都冇權去按佢嘅喜好或者係按佢嘅時間表去指揮上帝做呢樣做嗰樣。我哋冇權好似主人一樣要求上帝按我嘅需要而給予我哋種種嘅快樂。相反，呢個事件提醒我哋只能夠按着上帝嘅時間表去正視我哋嘅人生。我哋唔係主人嚟嘅，我哋只係一個僕人，等候上帝嘅時間，配合上帝嘅心意。唯有咁樣，人生先至能夠真正面對到逆境，先至能夠有真正嘅快樂。喺耶穌嘅回答入面，佢稱呼自己嘅母親做婦人，呢個講法呢係非常之唔自然嘅。但係呢，聖經好多時就係會刻意用一啲好唔自然嘅嘢嚟到讓我哋有一個深刻嘅記憶點。原來呢，喺成本嘅約翰福音裏面，瑪利亞呢一個嘅名字只係出現過喺3個人嘅身上嘅啫。第一次出現呢，已經係去到第11章1至45節。呢一度出現嘅瑪利亞呢，並唔係耶穌嘅母親嚟嘅喎，而係馬大嘅妹妹。即係話喺水變酒呢一件神蹟當中呢，約翰係冇描述過耶穌母親個名嘅。跟住第二次出現瑪利亞呢個名字呢，就係喺第12章3節。而呢一個瑪利亞亦都係馬大個妹嗰個瑪利亞喎。第3次出現瑪利亞呢個名字呢，係喺第19章25節，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嗰度有2個瑪利亞，但係2個瑪利亞都唔係耶穌嘅母親，一個係格羅巴嘅妻子瑪利亞，而另一個呢，就係抹大拉嘅瑪利亞。到最後一次出現瑪利亞呢個名字呢，就係喺第20章耶穌復活之後向佢顯現嘅抹大拉的瑪利亞。而向耶穌嘅母親呢一個角色呢，喺成本嘅約翰福音裏邊就只係出場過2次嘅啫。第一次就係喺呢一個水變酒嘅神蹟裏面啦，第二次就係耶穌佢釘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我哋都會好記得。耶穌佢最後交託佢嘅母親俾佢嘅門徒嗰陣，佢就對母親講：看啊，這是你的兒子。又同嗰個相信係約翰嘅門徒講，就話：看啊，這是你的母親。但係當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面稱呼佢母親嘅時候呢，新漢語譯本呢一個翻譯就直接跟翻原文嘅意思。耶穌佢其實係再一次用呢一個咁唔自然嘅稱呼，都係叫佢做婦人，而唔係母親㗎。咁我哋就更加肯定耶穌對佢呢個稱呼並唔係出於不敬啦。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喺成本約翰福音裏面只係出過場響呢2處地方，但係約翰就係刻意去收埋佢嘅名字，將重點放響佢係耶穌嘅母親呢一個身份上面。同時耶穌有2次都咁唔自然地去稱呼佢嘅母親為婦人，就係讓我哋有一個深刻嘅記憶點，提醒我哋原來水變酒嘅呢一個神蹟係同十字架嘅行動係有關聯嘅。原來要將水變成酒，要將唔開心嘅嘢變成歡樂，背後係隱藏住一個十字架嘅。冇咗十字架，呢一個神蹟根本就唔會出現。跟住耶穌話：我嘅時候未到。咁耶穌嘅時候幾時到，幾時未到呢？喺約翰福音第17章，我哋會稱呼佢為大祭司的土民。
全章嘅經文都係耶穌嘅祈禱嚟嘅。佢舉目望天，響十字架苦難嘅前夕，耶穌嘅祈禱就係話：父啊，時候到啦！喺呢一個時候，願你榮耀我，好讓我亦都榮耀你。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時刻。時候到嘅時候，就係耶穌迎向十字架苦難嘅時候。響水變酒嘅神蹟入面，耶穌對佢嘅母親用婦人呢個稱呼，令我哋聯想翻響十字架底下嘅嗰一幕。然後耶穌話：我嘅時候都仲未到。去到大祭司禱文嘅時候，就話俾我哋聽，耶穌嘅時候幾時到呢？就係當佢面向十字架嘅時候。響耶穌基督同佢母親嘅呢一個好簡單嘅對答裏面，我哋學到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功課，就係神蹟唔係要嚟滿足我哋嘅渴望嘅，神蹟係要讓我哋思想十字架，或者咁講，冇咗十字架嘅話呢，就唔可能會有神蹟。唔好寄望唔需要付代價，唔需要實踐天父嘅旨意，然後會有神蹟嘅出現，唔會咁樣。呢個簡單嘅對答提醒我哋，神蹟同十字架息息相關。既然耶穌嘅時候未到，咁點解跟住阿耶穌又決定出手嘅呢？呢樣嘢我哋陣間再探討。依家我哋繼續睇落去先。第6至8節經文咁樣講，嗰度咧擺住6口石缸，係俾猶太人行潔淨禮用嘅。每口石缸可以盛2-3桶水。耶穌對僕役講：將啲水缸灌滿水。佢哋就將啲水缸灌滿咗，直到缸口。耶穌又對佢哋講：而家拔佢出嚟，送去俾管筵席嘅人啦。咁佢哋就送咗出去啦。點解我哋需要知道每口石缸係可以裝2-3桶水嘅呢？嗱，我諗我哋都能夠理解，就係當其時如果要做一啲石嘅容器出嚟呢，你一定係先係由一大嚿石咁樣作出嚟啦。今時今日你去以色列嘅話呢，都有一啲咁樣嘅機構係俾你用左邊即係好細啦，嗰幅圖嗰一部電動嘅車床呢，嚟幫你車隻石杯翻嚟翻屋企留念咁樣樣嘅。咁但係耶穌時期係冇電動車床噶嘛，咁你揾到嚿大石啦，咁你咪可以做嚿大缸啦。揾到嚿石細啲咯，咁咪做細啲咯。咁所以呢，嗰啲石缸嘅容量就會有少少嘅走盞啦，就係2至3桶水咁樣啦。咁根據翻以色列嘅博物館嘅一啲數據嘅顯示呢，嗰啲大嘅缸係相當之重嘅。咁個容量係2至3桶水，係一個點樣嘅計算方式呢？就係咁樣嘅，一桶大概係講緊40公升。所以每口石缸呢，就大概係80至到120公升，6口石缸夾埋呢，就大概係480至到720公升，係一個好大嘅容量嚟喎。嗱，如果用翻今日我哋一支紅酒大概係0.75公升咁樣計算啦，即係講緊係大概640至到960支紅酒咁誇張噶咯喎。主耶穌當年為呢一個婚宴，竟然係提供咗差唔多960支紅酒，多到咁驚人。另外呢，原來響全卷嘅新約聖經，係全卷新約聖經裏邊提到石造嘅呢個形容詞呢，係只係出現過3次嘅啫。第一次就係響呢一段嘅經文講，嗰6口係石造嘅水缸，係俾猶太人行潔淨禮用嘅。第二次呢，就係響哥林多後書嗰度講話，基督徒呢，就係用神嘅靈寫喺我哋嘅心板上嘅基督的書信，就並唔係只係用墨寫喺石造嘅板上面嘅一啲普通嘅書信。第三次就係喺啟示錄嗰度講話，末後呢會有一啲死不悔改嘅人，佢仲係會拜嗰啲只係用石做嘅偶像，咁嗰啲偶像呢，又睇唔見啦，聽唔到啦，亦都行唔喐嘅。嗱，另外嗰2處用到石做嘅呢個詞語呢，都係有強調重點嘅實際作用嘅。但係點解喺水變酒呢一件神蹟上面，約翰有咁多嘢可以寫，偏偏就係要花筆墨讓我哋知道嗰啲水缸係要用石嚟做嘅呢？嗱，大家可能都了解歷史嘅進程呢，就係由遠古嘅石器時代就進入銅器時代，跟住就進入鐵器時代咁啊。主耶穌時期呢，
其實就已經鐵器咗成800年㗎啦。點解無啦啦會兜翻轉頭翻去用石器呢？雖然嗰啲石呢，響當地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揾到嘅，即係直頭可以話係隨街都執到嘅。但係個製作成本高啊嘛，你諗下嗰啲石又重喎，個工序又煩喎，鑿裂咗又唔用得喎。無論係響經濟嘅角度定係人類文明嘅角度，係都冇理由會揀用石器㗎啦。咁你話咁我哋唔會用鐵器嚟裝水係咪？係冇錯。但係響舊約嘅時期開始呢，其實就已經有陶匠係識得做瓦器㗎啦。猜好啲泥放入個窯入邊咁燒出嚟咁咪得咯。甚至乎有啲簡單啲嘅嘢係用模具就可以製作到㗎啦。點解唔用瓦缸呢？嗱，原來石器器皿嘅製造業呢，只係響一段好短嘅時期無啦啦興起翻嘅啫。大概就係喺主前1世紀末，即係呢耶穌時期之前冇幾耐開始。咁點解會咁嘅呢？嗱，我哋可以睇翻神呢響吩咐摩西叫班以色列人要遵守嘅誡命入面就提到，原來當時佢哋通用嘅瓦器呢，係有可能會變成不潔，而且係要打爛晒佢嘅。例如就係響利未記數到去一個潔淨條例嘅時候，神就話如果有一啲不潔嘅地上爬物，即係紅線間住嗰紮啦死咗而跌咗響任何嘢上面，都會令嗰啲嘢咧變成不潔嘅。係不論係木器啦、衣服啦、皮革啊、麻袋啊，或者係任何工作需用嘅器皿，都會令到咧嗰啲嘢變成不潔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就要浸水1晚，咁先至會變翻做潔淨嘅，咁都有得救啊嚇。但係如果嗰啲嘢係跌咗入去瓦器入面呢，裡面嘅任何嘢都會變成不潔淨，而且係要打爛嗰個瓦器，冇得救啊！原來律法規定不潔嘅瓦器係必須要被打破，不得再次使用。你諗下，以瓦器作為日常器皿嘅以色列人，要遵守全律法係有幾咁困難？嗰啲水缸其實係擺喺屋入邊嗰啲僕人工作區嘅地下㗎啫嘛。我點樣可以確保唔會有條鹽蛇刨咗入去浸死咗呢？咁於是啲人呢就會問啦，咁如果係其他質料嘅器皿，受唔受呢一條嘅律法監管呢？如果係石器咁得唔得啊？即係咧，大概去到耶穌時期，因為佢哋當時咧係受羅馬政府統治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可以有呢一種羅馬人製作石柱嗰陣使用嘅特殊器具，嚟到去掏空一塊塊實心嘅石灰岩，製作出大大小小嘅器皿。當時就賣到好貴㗎啦。呢個就解釋到點解呢啲大型嘅石器只係出現喺羅馬佔領以色列嘅呢段特定嘅歷史時期啊。咁邊個可以決定呢啲神冇講清楚嘅潔淨條例係咪可行呢？咁當然就係當其時嘅宗教領袖啦。所以絕對嘅權力有時真係會使人絕對嘅腐化嘅。你諗下，如果你係當時嘅宗教領袖，你有權決定石器係可以唔受潔淨條例嘅管轄，咁啲人咪會一窩蜂咁樣湧去轉世用石器咯。甚至乎你就會直接提供嗰啲所謂合資格嘅石器，就可以變成一盤好賺錢嘅生意咯。有歷史學家就描述，當其時管聖殿嘅家族，其實就即係管理聖殿大小事務嘅殿役啦，包括祭司同埋利未人。佢哋嘅工作應該係為整個民族嘅信仰生活咧去提供服務嘅，但係佢哋而家竟然係用緊聖殿嚟到去賺錢。提供石器係其中一種賺錢嘅途徑。去到經文緊接住落去就係耶穌潔淨聖殿嗰段，你就會見到佢哋有其他花款啦。所以你明白耶穌點解嬲到震嘛？嗰班人明明應該係喺信仰生活上面服侍大家嘅，但係佢哋竟然只係顧住自己嘅利益，高價去提供個所謂潔淨嘅石器、潔淨嘅祭物、潔淨嘅錢幣。但係其實反而係佢哋令到神嘅殿變成不潔啊！因為佢哋利用緊神聖嘅包裝，剝削緊敬虔嘅子民，去滿足緊佢哋一己嘅私慾。明明應該係為人服侍嘅，當咗自己係主人，耶穌就會同佢反台。相反，
明明唔關你嘅事嘅，你反而好熱心咁樣去想幫人一把呢，耶穌都會願意為你多走一步。點解明明耶穌嘅時候未到，但係跟住佢又決定出手呢？好可能就係因為瑪利亞佢係帶着一顆服侍嘅心去關心別人嘅需要。正如頭先所講，耶穌嘅母親響呢度唔係叫耶穌即時去解決佢哋當時嘅難題，佢只係表達佢對別人需要嘅關心。佢哋冇晒酒啦，但係其實嗰個婚宴冇酒呢一件事係同佢哋兩母子都冇咩關係噶嘛，因為佢哋只不過係獲邀參加呢場婚宴嘅嘉賓嘅賓客。要解決呢一個嘅問題，應該係管筵席嘅人揾啲僕役去解決嘅咯。但係瑪利亞竟然當咗自己係管筵席嘅人一樣，管筵席嘅人就係筵席主人嘅高級僕人啦。瑪利亞就代替咗嗰個管筵席嘅人去指揮其他僕役去幫手解決問題。你諗下，瑪利亞關心嗰個婚宴嘅程度，係仲稱職過嗰個真正嘅筵席管家。我相信耶穌就係因為欣賞瑪利亞佢帶着一顆服侍嘅心，去到關心別人嘅需要。呢個正正就係同主耶穌佢願意犧牲自己嚟到去拯救世人嘅嗰個性質係一致嘅。即係講真，我哋犯罪，所以係要接受死亡嘅懲罰，與神何干呢？係咪？咁但係即係佢就係咁樣去幫助我哋，所以耶穌就願意將佢頭一次嘅偉大神蹟，響一個佢本身冇預期嘅時候就施行出嚟。同時佢冇濫用佢嘅權柄，佢施行神蹟嘅目的唔係只係滿足人嘅期望，而係顯出神嘅榮耀。就係暗示佢時候到嗰陣嘅十字架行動。如果你話耶穌要行一個令人驚訝嘅神蹟，其實佢係唔需要用水嘅喎，佢憑空變啲酒出嚟都得噶嘛。即係如果耶穌話要有酒咁，事就可以這樣成了噶嘛。但係耶穌刻意要透過一啲水嚟到進行呢個神蹟。經文話呢啲水係給猶太人行潔淨禮用嘅水嚟嘅。當時啲人咧行路咧係冇石屎路嘅，係行一啲泥路，而人嘅鞋咧就好似啲涼鞋咁嘅啫。咁行完一大段路之後，走入一個人嘅屋企，佢嗰對腳係會好污糟嘅。喺呢個時候，嗰家人嘅僕役就會走出嚟，替佢嘅主人、替佢哋嘅客人去洗腳。洗腳用嘅水就係呢一度所講行潔淨禮用嘅水啦。故此，嗰啲水其實就係代表住服侍，代表住謙卑，代表住彎低你嘅腰，真誠嘅服務。呢啲係奴僕用嘅水嚟嘅，但係正正就係呢一啲奴僕用嘅水，成為咗耶穌施行神蹟嘅工具。神蹟嘅發生，有賴人甘心為僕，好似耶穌基督為門徒洗腳一樣。冇咗呢啲奴僕嘅行動，神蹟就唔會出現，歡樂嘅筵席就唔會繼續。其實服侍嘅場合四圍都係，不論係教會、家庭、學校或者係職場、社會，只要唔好每個人都當別人嘅事與我何干，反而願意好似僕人一樣付出一啲服侍他人，一個歡樂嘅筵席就可以一直持續落去。原來要有神蹟呢，係唔需要複雜嘅，只係需要一啲好簡單嘅嘢就得㗎啦。最平淡嘅嘢、最平凡嘅嘢，係可以變成最珍貴嘅嘢。生命嘅快樂係唔需要用好多嘅物質嚟到去堆砌嘅，最平淡、最平凡嘅嘢都可以叫生命經歷神蹟。我哋嘅生活呢，有太多平凡嘅嘢啦。你願唔願意將呢啲平凡嘅嘢都交俾主耶穌呢？你可能會話我呢真係一個太過平凡嘅人嚟啦嚇，冇乜嘢係做得嚟嘅咁。咁你願唔願意將你呢一個真係太過平凡嘅生命都交俾主耶穌呢？將平凡嘅人生、平凡嘅生命、平凡嘅事物交晒俾主，睇下喺呢一啲咁平凡嘅事物裏邊，經過主耶穌，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祝福人嘅神蹟？一句好簡單做做人嘅説話，平凡到不得了啦，其實都可以變成一個神蹟嘅喎。我記得咧，之前我仲喺教會裏邊做傳道嘅時候，有一次咧，我其中一位嘅同工，佢嘅媽咪主懷安息啦。咁於是全教會嘅弟兄姊妹咧就買咗啲花啊，同埋一張慰問卡，
咁啊大家都喺入邊寫一啲安慰嘅説話啦，同埋簽名咁樣。之後咧，佢就好特別記得我寫嘅慰問語，就刻意走嚟多謝我。咁啊，佢話覺得好感動啊，好適切佢當其時心靈嘅所需啊咁。即係其實嗰句慰問語係我當其時話有咩咁特別？我唔記得咗我寫乜嘢咁樣，即係一句完全唔特別嘅慰問語嚟嘅。咁但係咧，點解佢覺得咁特別咧？就係因為個個都安慰佢話阿伯母咧已經信咗主啦，咁已經有永恆嘅盼望啦，將來天家就再見咯喎，就大家都叫佢唔好咁難過啦咁。就唯獨是我寫，願主親自帶領你走過呢段心靈憂傷嘅時刻。邊個話傳道人嘅媽咪主懷安息就唔需要傷心嘅？即係呢個唔係信心軟弱嘅問題喎，係作為一個有血有肉嘅人正常會有嘅情緒需要啊嘛。有人咧就問阿德蘭修女：你點樣可以做到咁多咁偉大嘅事嘅咧？跟住阿德蘭修女答就話：我冇做啲咩好偉大嘅事喎，我只不過係用一個偉大嘅心去做一啲好平凡嘅嘢啫嘛。就係因為一個偉大嘅心，即使佢做嘅嘢係好平凡，呢啲平凡嘅事物都會成為偉大嘅事情。咩叫偉大呢？呢個神蹟就話俾我哋聽，真正嘅偉大就係以基督嘅心作為你嘅心，而耶穌基督嘅心呢，就係一顆充滿愛，而且甘願犧牲自己去服侍他人嘅一顆偉大嘅心。就係呢一顆心將水變成酒，將平凡變成不平凡。有一位無名嘅靈修大師，佢就話：一般人嘅諗法呢，就係我哋祈禱，然後當神完成我哋嘅心願嘅時候呢，呢個就叫神蹟啦。呢啲係平凡人嘅諗法，但係喺一個非凡嘅真理嘅世界入面，卻係當一個人佢甘願去謙卑自己，去完成神嘅心意嘅時候，呢一個先至係叫做真正嘅神蹟。神蹟並唔係神完成我哋祈禱嘅心願，而係當一個人願意學習主耶穌嘅十字架行動，甘願謙卑自己去完成神嘅心意嘅時候，呢個就係真正嘅神蹟啦。如果我哋願意神蹟出現喺我哋嘅生命嘅筵席入面，就讓我哋以基督嘅心為心，去處理我哋平凡嘅人生當中一切平凡嘅事情啦。你會發覺所有嘢都會改變，活出一個謙卑自己、服務他人嘅生命。呢啲攞嚟施行神蹟嘅水，就係僕役為主人、為客人去洗腳嘅水。呢啲最平淡嘅水，係可以成為令人歡樂嘅好酒嘅。各位弟兄姊妹，喺你嘅人生入面，可唔可以試下多講一句善意嘅好説話呢？可唔可以幫人一把呢？可唔可以鼓勵一下一啲有需要嘅人呢？一個微笑其實好平凡嘅。可唔可以同其他人打下招呼呢？一個小錢其實係好微小嘅，可唔可以施予一啲呢？去超市買餸嗰陣，可唔可以執多包餅捐俾 food bank 呢？呢啲其實都係好簡單嘅事嚟嘅，平淡如水。但係喺耶穌基督嘅手入面呢，喺一個甘心服侍人嘅心靈入面，呢啲嘢都可以變成酒。係啦，經文最後一句呢，就係話呢一個係耶穌所行嘅第一個神蹟，喺加利利嘅加拿行嘅。佢顯明咗自己嘅榮耀，佢嘅門徒就相信佢啦。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入面呢，成日都將十字架同埋榮耀係連埋一齊嘅。當十字架嘅行動實踐嘅時候，佢嘅榮耀就顯出嚟。人甘願去為愛而受苦，呢一個行動本身就係一個榮耀嚟。咁啊，頭先牧土都有提過啦。過去幾日咧，唔知大家係咪都同我一樣，一直咧留意住香港一單令人非常之心痛嘅新聞啦，就係講緊大埔嗰一個屋苑發生嚴重嘅火災。情況呢，其實係好似2017年倫敦嘅 Grenfell Tower 嗰個大火一樣嘅，因為係有一啲易燃物而加速嗰個火勢嘅發展。但係咧，香港今次嗰個火災咧，更加係令到過千戶嘅家園咧係毀於一旦嘅。造成都而家接近150個人嘅死亡㗎啦。當中咧係包括一名嘅殉職消防員。講真咧，消防員咧係真係所有公務員當中咧最值得人敬佩，因為佢哋真係揾條命去到保護同埋拯救市民。
雖然我哋咧真係冇人願意見到有任何消防員去到殉職嘅，但係無可否認，當佢哋願意去為人受苦甚至犧牲嘅一刻，亦係佢哋生命散發出最偉大光輝嘅一刻。呢個咁高層次嘅犧牲，我哋真係唔係個個都做到嘅。但係其實受苦呢，亦都可以係好平凡嘅。響呢件事件入邊，好快就有大批嘅熱心市民捐出緊急嘅救災物資，又有民間嘅義工去到協助分類同埋派發。因為有好多非災民嘅人想去渾水摸魚，所以佢哋要連日通宵咁樣看住嗰啲物資，確保佢哋真係去到災民嘅手上。直至琴日嘅凌晨，佢哋仲要通宵咁樣 pack 翻好晒嗰啲大量嘅物資，移去另一個地方去繼續派發俾啲災民，或者係要轉交俾一啲嘅非牟利機構，因為警方要求佢哋要清場。而最可恨嘅就係，明明你只係想盡一啲嘅綿力去捐啲錢去幫助嗰啲災民，但係就有啲收集捐款嘅所謂慈善機構，甚至乎有一啲係假冒嘅一啲詐騙嘅分子啦嚇。佢好似嗰啲管聖殿嘅人一樣，佢響當中抽起咗高昂嘅行政費，騎劫人嘅善心。患難見真情啊！響患難中，我哋見到人性光輝嘅一面，同時亦都見到人性醜惡嘅一面。當公義暫時未能超彰之前，就讓我哋一班蒙主恩寵嘅信徒，幫助一啲受苦太多嘅人分擔一啲啦。受苦其實都可以係好平凡嘅，可以係為咗幫人而唔怕掂一啲污糟嘅嘢，可以係為咗幫人而唔怕見到啲核突嘅嘢，可以係為咗幫人而借一嚿錢俾佢，自己冇得喺 Black Friday 買嘢，唔需要同其他人比較，即係你唔需要一定要去捐軀啊咁樣樣。當你願意為愛而受苦嘅嗰一刻，就係你嘅生命為主發出光輝嘅一刻。約翰福音好想我哋有同樣嘅諗法，我哋都好想我哋嘅人生一片光明，但係從來都冇諗過光明就係內住咗喺十字架嘅行動入面。我哋係咪都係因為耶穌喺十字架上所顯明佢嘅榮耀而成為咗相信佢嘅門徒呢？如果係嘅話，就好似耶穌嘅母親所講，無論他對你們說什麼，都要照辦，就係應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到跟從耶穌。人生就好似一場筵席一樣，佢可以成為一場歡樂嘅筵席，唔係因為佢毫無阻滯，而係因為耶穌響度，因為耶穌響當中施行神蹟。耶穌要施行神蹟所用嘅道具亦都相當簡單，佢只不過係需要一啲平凡嘅水，但係要將呢啲平凡嘅水變成好酒呢，耶穌又要求人有一個行動，一個十字架嘅行動，就係一個謙卑服侍嘅行動。而一個真正謙卑服侍人嘅生命，佢雖然會好似喺受苦嘅裏面，但係同時佢又顯出咗無比嘅光輝同榮耀。願主耶穌透過佢嘅大能，使用我哋每一個去實踐呢一個十字架嘅行動，將我哋人生當中好多平淡嘅水都變成多到滿瀉嘅靚酒。願主祝福大家，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天父，你透過呢個神蹟向我哋顯明你嘅心意。你嘅心意就係耶穌基督實踐呢一個十字架嘅行動。呢一個行動能夠榮耀天父，亦都能夠將生命嘅光輝顯明出嚟。我哋需要聖靈嘅能力，因為我哋冇聖靈嘅能力嘅話，作為一個人，我哋唔甘願去謙卑自己，我哋唔願意去多行一步，我哋唔希望背起十字架。求聖靈引領我哋追隨基督，走近天父，喺我哋嘅人生中，透過你成就更多呢啲水變酒嘅神蹟，以生命嘅十字架行動成為祝福世人嘅群體。垂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